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我们又要继续学 Hip Hop 舞头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会进入副歌的部分。那副歌的话呢，第一个动作，待会记得我们的双手，好，会像一个很大的翅膀一样往上展开，收回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双手呢，我们手背向下。好，在正面会看到我们的手背，再一次化开。收回，好，那么待会化开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右脚会做一个预备的动作，脚抬高，好，往后踩的时候呢，身体往后做一个身体的电流 wave， 往后躺，好，这个动作会比较困难一点点，我们来想象一下哦，想象后面有一个隐形的墙壁，那我们的身体会先往后靠，好，这是感觉你的背碰到了这面墙，接下来第二步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的腰继续往下走，到你的屁股。好，所以分3个步骤哦。来，第一个，1你的身体，1，2是肚子，2，然后3，好，我们快一点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，好，来把它连续一点动作哦，5、6、7、8。1、
1、3，很好很好。来，接下来呢，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我们脚抬预备8，往后踩1、2、3、4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很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画后面的 wave 的时候呢，手像刚刚这样展开大翅膀，展开大翅膀，好，绕一次就好了。准备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好。4的时候，我们把左脚往后并，所以会是1、2、3、4，并起来后，好，所以退后一步哦。来，准备后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一次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，很好，动作很好看，继续哦，再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好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的手做一个预备，这里1、2、3、4，对，我们手放在胸前就好了。5、6、7、8开始，还有呢，我们先左手画一个圆，回来，画一个圆，回来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的手伸出去的时候呢，要记得先从外面往回勾一个拳，回来，外面勾一个拳，回来，可以后，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加上身体跟脚的动作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。好，待会我们会同手同脚，手跟脚呢同一边一起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。好，那先讲一下脚的部分哦。待会我们会是一只脚伸出去的时候，另外一只重心脚微弯，好像滑出去一样。好，换边，右边滑出去，再一次哦。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再一次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就好，加上手哦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 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要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看的话呢，记得在画手的时候，来先看我的肩膀，我肩膀会有一个跟着手一起出去，跟着手一起出去。对，所以不要让动作只有完全的像手脚这样动的话，就会看起来身体比较僵硬一点。那我们尽量让我们身体跟着手一起画，跟着手一起画。好，所以先这样练习一下，两只手我们就先这样，像一块板子把它对齐。好，当我们在画手的时候呢，身体会像这样左右，对，跟着它一起摇摆。好，这样让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动作会更自然一点。OK， 好。没有错，就是这样，继续练习，很好。好，让你的腰可以自然的摆动你的上半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手出去的时候就会跟着画圈，画圈，很好，很好。跳一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再试试看哦，从一开始展翅这个动作开始哦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再一次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对，好，手出去的时候再延伸远一点点，延伸远一点点。好，再一次哦。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我们下一个8拍呢，我们会做相反的动作，所以一样，我们脚会先预备，往另外一边打开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换我们的右手先画出去，5、6、7、8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哦。
准备咯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稳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上一拍还有一个动作到8之后才会画第一拍1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的脚呢会抢一个 M 拍，就是预备踩，对，所以这个脚速度要很快哦。来，我们试试看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好，很好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一次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很好。那我们连续动作试试看喽，来，准备喽，来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稳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那我们再数拍2次，就跟着音乐练习喽。好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稳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最后一次数拍喽。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稳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来，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跟着音乐试试看喽。来，音乐准备。5、6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稳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很好。来，尽量把动作延伸到最大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后，5、6、6、7、8，稳片。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再练习5次哦。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6、7、8。很棒，很棒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还有4次哦，加油！来，准备，5、6、6、7、8。稳片，很好，越跳越棒喽！还有3次哦，来准备好，5、6、6、7、8 ，and 稳片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还有2次哦，加油，保持呼吸。好，来5、6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最后一次哦，来，大家加油！准备，6、6、7、8 ，and 很好，大家都跳得很棒哦。那我们休息一下下，等下再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，今天又要来教大家哈帕舞蹈。那我们现在从那个副歌的地方开始。那上一次的动作还记得吗？好，我们的 wave 有没有回家练习呢？来，我现在来看看喽。来，准备，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的动作。预备的时候呢，你的双手会先往内，然后跟你的脚预备往外走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我们往外画圈，左手先5、6、7，换边 ，and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去要新的动作喽。接下来动作会是以脚步的动作为主。那先来复习一下哦。我们刚刚最后的地方拉起来之后，手在这里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手都会在这边。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先讲脚，所以我们先叉腰。来，脚的话，待会我们先这样，右脚勾起来。对，好，感觉是你的脚跟要勾到外面，要看得到你的脚跟。好，换边，脚跟。
再一次哦，脚跟换边，脚跟。好，那待会勾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连续勾2次，所以右边走1、2，换边，3、4，再一次1、2、3、4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来，再一次，快点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在勾的时候，我们等下会加上一个往下的律动，好像这样哦。我们脚先抬起来，都可以，右脚或左脚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往下的时候呢，往下蹲，蹲换脚，踩回来，再一次哦，蹲，回来，蹲。好，膝盖保持弹性，再一次蹲 ，and 蹲 ，and 再蹲，再2次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所以我们待会重心落下的时候，我们的膝盖要保持弹性，让它接住1 and 2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哦，加快一点点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，再一次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 and 5、6、7、8、1、2，好，很好。所以在这里呀，待会我们抬我们的右脚的时候，对，左脚会先重心踩到右脚，好，左脚先微微抬起来，好，下一个抬脚的时候，踩 and 踩，换边踩 and 踩，好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1片3、4，再一次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1片3、4，好，来，我们要加速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好哦，加速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来，再快一点点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片3、4，好。如果还不熟的同学呢，电视机观众的朋友们，来，我们等一下手架起来的时候呢，尽量让他先用勾脚，勾脚也可以。如果换重心还觉得不习惯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勾脚，勾脚换边，勾脚，勾脚。来，先跟我试试看这个简单的版本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勾脚，勾脚，换片，勾脚，勾，很好。再次，5、6、7、8。勾脚，勾换边，勾脚，勾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加速一点点哦。5、6、7、8，勾勾换边，勾勾。来，再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喽。好，待会是这样哦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。我们脚接下来会是 Y 抬起来 ，Y 抬起来，好，来试试看，5、6、7、8 ，Y 面前面 ，Y 面前面，再是5、6、7、8 ，Y 面前面 ，Y 面前面，好，再加速喽，5、6、7、8 ，Y 面前面 ，Y 面前面。可以吗？记得住吗？来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2个动作连在一起试试看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再一次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棒，很棒。那我们加速喽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那接下来，如果刚刚动作都熟悉的同学，可以加上一些刚才讲的重心的变化，用跳的，加一个跳跳，对，试试看。那没有办法做到的同学也没关系，
我们多加的练习，我们可以先用勾脚的方式先去呈现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，选择你喜欢用的方式来试看。来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很好，可以了吗？那我们再一次就要跟着音乐练习喽。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再来喽。还有最后一个8拍，最后一个8拍，手在这里的时候，呢，我们脚会再往外，然后换边往外，再重复一次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的手打开，然后给它一个拥抱的时候转回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转的时候会顺时针转，所以我们左脚先往前打开，好，转圈的时候身体往顺时针转过来，回正。好，来我们数拍试一次哦，从这里好了，从这个脚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重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，转圈，7、8，对，这样回来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数拍一次，再跟着音乐从头到尾哦。来，准备，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，后面脚比较快一点点哦。那我们直接跟着音乐练习看看哦。好，来，音乐，谢谢。来，6、7、8。再一次，往前，5、6、7、8，对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再试一次看看哦。好，来准备，6、6、7、8，只有。好，右脚，2。好，大家今天很棒哦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